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2月12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为了推动智慧城市，甲民间电信业者合作，经过5档的计划，上午公布因将文字转换成图片的分析成果。无论是灾情、空气品质，或者是观光人流等等的分析，除了会当互民众清楚了解，嘛会当作为施政的参考。过去政府对着灾情的分析、灾害警示，或者是空气品质的好歹，拢是用文字来呈现。不过，台南市政府随着大数据的收集，目前所看到已经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用图片方式，要互民众清清楚楚了解城市所发生的大小事，也互政府会当伫第一时间来改善。市长表示，这款的成果正是推动城市治理的一大步。这个视觉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沟通哦，其实是无所不在的。那也很高兴，台南市政府在过去承蒙工业局的协助，跟远传公司的协助，能够把这个我们的智慧城市治理能够往前推动一大步。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现在的整个的智慧城市治理的潮流中，台南市是排在前面的。也非常感谢从过去赖市长、赖前市长、李前市长，一路走来，能够引领台南在这个智慧城市的发展上，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古都能够跑在前面。会中研科会主委嘛指出，这款城市仪表板的展现，其实是市府甲民间电信业者合作，得到工业局的支持所推动的计划。伫经过5档完成以后，日后将不断更新充实，更加有参考价值。台南新闻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市府伫过去因为考虑到灾情，所以有控管各机关学校无休假加班费的日数。市府公务人员是7天，学校的行政人员却只有3天。市长黄伟哲为了落实选举的政见，12号正式宣布，将学校行政人员无休假的加班费提悬成7天。市长王伟哲为了落实伊的教育政见，保证教师的权益，经过财政的评估后，伊嘛决定将学校行政人员的无休假加班费天数，对原本的3天改做甲其他公务人员相同的7天。12号上午嘛，甲全市宣布这个好消息。我们其他的公务员，他的这个薪资的这个不休假奖金，都大概可以编组到7天。那我们想办法能够让教育工作人员兼行政职的，他的这个不休假奖金也能够在4库拮据的这个前提的情形下，勉力为之，来让它编到7天。教育局长郑信辉表示，希望透过安尼的调整，会使鼓励老师来参与行政，同时未来嘛会朝向行政工作减量的目标来努力。近几年来，国内那么在中小学的教育生态其实有蛮大改变，所以校长在找教师来兼行政这个部分的困境啊，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因为什么？行政工作越来越复杂，那老师呢，也有未兼行政的，他们老师的待遇相对也比较好。所以行政工作人员他暑假也是要上班，相较来讲，他们就觉得，那我连那个休假搞不好负担很重，那事实上未休假的加班费我是不是也可以多一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诱因呢，在很多研究也都有提到，如何提高兼行政教师他的一个诱因，那么可能呢可以解校长在找行政的这个困境。这届的调整后，大约有4000名的老师受惠。今年大约增加3200万的支出，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何俊良表示，其他5都的无休假加班费拢是16天。台南市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嘛是欢喜看到校方劳动条件有改善，嘛期待会使有更较侪的进步。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农历年过后，台南的蜜枣将要销往日本，拍开台南果农另外一个果价市场。立委补选参选人郭国文除了感谢过去县市政府的努力以外，上午也提出积极的农业销售定型政策，希望加强来外销，创造产值加倍。台南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郭国文表示，台南市积极推动新农业、新农林计划。互咱市的农业年产值由合并前的429亿，增加到目前626亿，不但超过高雄，而且外销嘛年年增加。以及酸野为例，虽然销往日本的量比销中国较少，不过价销却是中国的3.4倍。因此，郭国文嘛提出农业销售的定型策略，包括加强能力设备。提升优质的外销，另外嘛将辅导拓展再造加工，互加工会用的升级，加礼品的栽培等，希望兼顾来外销，互产值会用的加倍。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在设备上面呢，在冷链的一个设备系统能够加强哈。那另外的部分呢，是在食品加工的部分能够升级，还有伴手礼的部分能够扩大。那主要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内外销的一个量价的一个齐扬，希望达到这个效果，让农民的一个价钱提高，让产量能够扩大，让收入能够增加。那过往这样的一个推动方式哈，我们是走市场路线，不论是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民间的努力也好，简单讲，这个市场端的部分哈会较固定，那个销售也会比较稳定。上午到场烧订的，除了民意代表的助理、神话农会三长，还有昆宾伯啊、行政院分家南办事处的副执行长，加农产加工冠南新基的总经理等人。郭国文强调，农业销售的定型方案，做的是市场的订单，而不是政治订单。只有市场订单，才会互果农的生意做得久久长长。内外兼具，产值加倍；内外兼具，产值加倍。郭国文斗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落水以后，扛7-8吨爬远的台湾船，目前包括本体修复甲周边的园区景观，拢已经顺利完成。文化局打算伫13号进行夜间测试以后，228连续假期就将正式甲市民见面，预计成为安平另外一个观光的焦点。即马就随着镜头，先带大家登船来参观。这台就是模仿18世纪木造的篷船所打造的台湾船，伫经过多年所上顶坎坷的命运以后，现在呈现伫市民眼前，已经是全新的台湾成功号。会当看见工人现在正咧油漆等工序来进行最后的收尾。文化局表示，除了台湾船本体伫228迄天将正式开放，互民众登船参观。为了提升展示的基地甲周边的环境，这个区域嘛将定位做文化园区，期待成为安平另外一个观光的焦点。这个园区呢，我们现在是把它处理成一个文创园区的模式。那我们希望未来它可以整合安平这个附近，包括林默娘公园，包括造船的产业，那也包括现在最红的这个大屿的祝福，那还有德阳舰这些景观呢，它可以跟义载金城都可以整个串联成起来，那成为未来安平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亮点。那我们会在里面呢，除了这一次也结合刘国昌老师的这个公共艺术的创作，那让民众呢可以更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呢上传，那也结合地景的方式呢去做整体景观的规划处理。那我们在6日的时候会开放晚上呢会有2支非常精彩的动画片可以在船上欣赏。对台湾船文化园区，都爱当看见特有的水花设计，爱当看见安平港的美丽景色。文化局表示，到时周边所有位置拢将拆除，以增加整体开阔的景观。离委外经营以后，为了维持环境的品质，甲海洋教育真好的场所，市民参观将收费20块，欢迎大家好康到小报。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
南昆新大天府迎接2019年新春佳节，特别邀请高雄市文艺奖的得主李金环来到昆音文化艺术馆举办万象无形诚心妙画水墨创作展。南昆新大天府欢迎全国的民众踊跃到台南行村看展览。迎接2019年新春佳节，南昆新大天府今年特别邀请高雄文艺奖以及教育部美术教育师铎奖的得主李金环老师，来到昆音文化艺术馆举行万象无形诚心妙画水墨创作展，展出38李老师40多年来艺术创作。南昆新大天府表示，李金环老师的思维生涯是受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校长黄光南教授的启蒙。只要刘秀拜尔、李春琪、苏峰南、罗正贤、孙云生、李奇茂等名师，是国内1.1女性画家。李金环老师伊本身就是咱这个关庙的人吼，关庙出世吼，这个伫咱前的屏东师专吼，来这个来考调屏东师专吼，经前的这个咱黄光南教授吼，就是即目前前的这个台湾艺术大学这个校长吼，启蒙吼，接受这个这个水墨兴趣吼，殊不知发挥着伊这个水墨画的这个天分吼，伫伊这个师专的时阵，就参加一寡大型的比赛，包括讲这个教育部这个青年水墨创作展第1名吼，包括讲有2届这个高雄市美展的第1名，就是讲高雄市的这个美展吼第1名吼。这届画展，李金环老师也特别为了印集3000以及8角展间200水墨作品，完整予南昆新大天府作为展藏。这8角展间实际上是南昆新这个独一无二的，就是讲它是很经典的一个传统建筑哈，伫建筑界咱把它视作一个文化瑰宝哈，建筑瑰宝哈。李金环老师会当属于这件大作，这个用伊看到这种古色古香的这个面这个画面吼，这个去甲做表现出来，实际上讲，这个作品是非常难得。万象无形诚心妙画水墨创作展，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3月10号，热烈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到南昆新大天府看展，感受李金环老师融合文学、宗教、艺术结合的水墨创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谢坤姐马上到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了协助行销台南，卖互焦点拢伫高雄，由南台科技大学的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决定要伫情人节的暗时选定安平进行第1届20台无人回รง机的高空表演。除了拍响新春的第1炮，嘛互少年人看到新的产业市场。
由议员詹培雅加300地湾区南英赛主会顶32个会长的全力支持，上午正式对外宣传，由南台科技大学等4间学校所组成的团队，选定2月14暗时，也是浪漫的情人节，将伫安平现在上届热门景点大屿竹湖边进行20台无人无人机的表演，希望用新科技的力量来吸引观光客行销台南。我想这次的活动是以科技来结合台南的小吃古迹文化。我想大家拢讲台南高雄最夯的是那个韩国语。我想我们台南市以无人机应该不输于高雄吧。也希望借着这个无人机的活动，能够带来再度来让咱的少年人有机会会发展台南市有钱人赚。那个人进得来，台南市更有钱赚，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目标。其实根据了解，国外 Intel 已经伫德国等所在陆续展现无人无人机的表演，一摆上侪高达2018架。所以咱嘛希望输人唔输阵，家己研发第一代无人无人机来表演。我每一台无人机上面都有一个 SIM 卡，然后它可以跟地面的电脑去沟通，然后由同一台电脑去下指令去操作这些无人机。那各位现在看到这台无人机是我们就是这个计划里面研发出来，算是第一代的无人机。它是利用碳纤维的机架，然后整合开源式的那个飞控系统。那这个 size 其实跟 Intel 的那个无人机表演的 size 是差不多的。会中安平区长嘛到场共同期待这场难得的表演，相信情人节暗时，大家当看见无同款的安平，透过高空飞行，嘛将祝福再来安平。台南新闻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伫2月14号西洋情人节，一般较介意送的玫瑰花，因为今年天气上热，所以产量减少。七甲区的花卉业者就主打多肉植物甲旺来花，要互消费者较侪送花的选择。如果讲到情人节送花，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玫瑰花。但是因为今年南部的天气实在是伤热，玫瑰花的产量无好，所以花卉的业者特别推荐了多肉植物甲旺来花，分别有感情长长久久甲感情愈来愈旺的含义，加上有可爱装饰甲有爱心多样的花卡，装饰起来是非常好看。同时嘛，因为这两种拢是非常好照顾的，所以嘛是真好的送礼选择。一般年轻人现在喜欢买多肉植物送给他的情人。只要你选择适当的多肉植物，然后选择一个你很喜欢的花器，像这个花器有爱心那再搭配一些装饰品，然后送给另外一位情人的话，对自己的情人的话，它代表长长久久，因为多肉植物很好照顾，摆在室内久久浇一次水像这个盆栽大概1到2个礼拜浇一次水就可以了，非常好照顾。可以代表长长久久，而且很可爱。那我们今年还有凤梨花，凤梨花代表感情越来越旺好像也是热销的一个情人节商品。因为多肉植物的种类非常多元，亲像仙人掌、较有爱心形状的新叶球兰，拢是真侪民众喜爱的。情人节如果想要买花表达心意的民众，嘛会使到七甲花卉区来行行看看的。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大蒜因为会涨，而且皮肤阁会一拍一拍，互人感觉真困扰。虽然西医已经有袂少治疗方式，毋过若是发病较久，而且真歹好的患者，会当考虑看中医。贵中学病医表示，因为透过中医辨证下药，不管是用食的、用抹的，甚至用针灸，拢有袂歹效果。大蒜自古以来是一种皮肤日常的疾病。虽然多数的状况未造成生命威胁，不过对个人的外观甲日常生活会造成真大的困扰。贵中学病院中医部主任张仁旭表示，虽然大蒜的致病原因无明显，不过徛伫中医的立场，就是辨证下药，依据患者血热、血燥或者是血瘀、湿热等有无同的用药方式，不管是用食的、用抹的，甚至针灸拢有。在肝癣上面的治疗我们中医当然还是先以那个口服跟外敷药为优先这是一定。针灸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口服跟外敷药治疗一阵子之后呢，好像效果进展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我们就会试着用针灸
治疗哈，因为其实肝癣的有一个病人有一个特点哈，这我想在肝癣的病友都会知道哈，就是说在皮肤受伤的部位哈，会再长出比较明显的这个肝癣的，好，所以这个对这个肝癣的病友来讲是一个相当讨厌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针灸哈它不太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受伤后再长肝癣的现象。在这个体质上面哈，因为有一部分的肝癣哈，这是无可避免的哈，它有复发的机会哈。它有复发的机会，尤其是这种比较循环比较差的，我们中医在讲说所谓的这种血瘀或血燥的病人，哈，啊或者说血比较虚寒型的病人，哈，这种比较有可能会再复发，好，但是在这个我们中医的调节上面来讲的话，我们中药在我们这个职业的过程哈，我们发现就是说中药在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过程上面哈，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这个皮肤的生长正常化，好，所以其实很多中医的治疗在这个它如果成功的话，复发的几率确实会比只单纯用西医的治疗，好的复发的几率还要低一些。医师强调，大肾的病理变化就是角质异常的增生皮肤，透过针灸的疲弱治疗，会用的有加倍效果。目前中医师嘛甲成大皮肤科的教授合作，希望会用予患者带来更好的福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分的天气，温度19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阳光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